時間7分鐘，啱啱上山，啲巴騰啱上山。時間7分鐘，啱啱上山，啲巴騰啱上山。32分鐘，跟咗個高手師妹喺一邊落車，呢段啲石頭嗰次，呢塊都睇唔到，咁一次咧，就走翻出啲石頭。
錯地方啊！嚟咗錄嘅方向唔啱啊！轉頭折返。我都覺得奇怪㗎啦。依家沿路折返，減返。落嚟我15分鐘，起碼要減返40分鐘。唉，無奈。52分鐘，仲係沿路折返。落咗6地方嘅5公尺，沿路折返。好計。由57分開始再嚟過，轉返去龍井東南黑芝坡方向，轉返黑芝坡方向。間1個鐘14，斬翻斷3分鐘，得啩？係45分鐘，我哋嚟接喎。
對嚟知我入口。呢個口上少少3樓，唔係唔上。睇下先。棧道入村，近起嗰條棧道。唉，公廁。而家時間中兩27，個半鐘上緊只能下頭呢啲都起碼要3個 U 型要半個鐘嘅。只能幫係 speed 係5.8。1個鐘，唔係即係1個鐘就。未靚啊！我諗住接放1/3。
直直去。梅子林始於明末清初1661年，曾氏自東莞清溪南下，在此建村立業，後來遇上王氏都督，共同開拔荔枝窩。原梅子林市至今約360年，歷史客家人村亦係同村族嘅發源地。360年有嗱呢條捷徑仔。間屋就係嗰個舊。上面依家就係嗰個梅子林，14間屋啦。蝦塘發電士多，去到5.9山蝦塘落山中，時間1個鐘40分。時間1個鐘49，三馬村，國清曉水。呢個時間2分15，過咗三馬村，向緊下梅田方向，跟住上山。唞完食之後再去一段。如果2點半去到下梅田下廟就 OK 啦。
6.0啊，狀態大勇啊！叫苗山古道，時間2點25，行苗田方向。少少合陣，右邊係石間水間。2個鐘33。2個鐘36，上大同上山方向，最金嗰呢邊啦。上大同呢個山，面仲應該最難一啲，碎石路上山。超寧靜，今日冇事，2個鐘46。高度真係130幾啫喎，而家呢個山應該差唔多300米喎。
即係話仲有一半嘅上山路。仙嶺仲高啊！對面有600米嘅，大同山只有300幾米。醒目啊！有大遮啊！好鬼曬啊！應該到大同山個山頂啦，快啲！唉，呢度就係大同，哇！而家呢度曬到爆啊，就大遮啊！36車用咗25分鐘，此路極為艱辛，山徑陡峭，林蔭極少，不宜在炎夏或天氣不穩定嘅時候走延綿中樹嘅。裝備糧餉或體力不足者，切勿試圖前行，可沿來路折返。我而家有得折返啦，折返經馬頭峰返來烏蛟騰。而家用時3個鐘頭，除咗大同山之外，而家上另一個山峰，呢度好山嘅，所以幫助住喺呢度。前面就個頂啦，頂位啦，喺個左手邊。就係船灣淡水湖，即係水塘啦，不過遮實晒喎。係啦，呢度放去水塘位，好晒啊！上到8秒啊！前面嘅第3個頂啦，而家已經做咗第2個頂，正前方就係水灣大魚塘。前方咧上埋前面嗰個頂，第3個頂。時間3個鐘16分，呢個烏蛟騰方向，橫嶺坳。交停方向，係啦，橫嶺坳喺呢邊過嚟嘅，而家兜呢邊過，轉左落翻嚟。
27，應該雞仔塘啊，311米到頂啊！真係到頂啊！即係用咗50分鐘上到頂，跟住全程落山。雞仔塘。準備向下山啦！而家3點，3個鐘41分鐘，準備落山。太陽已經冇咁烈啦。原來上面個雞仔塘仲未到頂嘅，仲未。尖根，我至少2個。先嚟個佢仔送過嚟，撐住落去，再執翻出嚟。應該呢個最後一個頂啦啩，馬頭峰。啱先就係嗰個馬頭峰，走落嚟。收咗啦！依家4個鐘零目標25分鐘就翻到落去，應該都 OK 嘅，見到下邊報時4個鐘14分。最後落山呢條樓梯落嘅，應該到平路啦。出翻去就係新人潭啦，搞掂，安全真。呢度真係落嚟之後。直去先至係新人潭落嚟嘅大交流。仲有1公里路，起碼要10幾分鐘。依家4個鐘19，希望喺4個鐘3分。